大家好，我係姚浩中。一種電腦加密勒索軟件近期喺全球肆虐，黑客要挾中毒嘅電腦用戶要交贖金先會解鎖。生產力促進局近2個月就收到近40宗求助報告，中小企同學校等都中招。又話病毒極難破解，建議做好數據保護。電腦勒索軟件猖獗，科技公司負責人范建文早前就收過一封有附件嘅電郵，聲稱係賬單。佢覺得有問題，於是進行測試並做咗記錄。佢下載咗個附件，出現 Word 或者係 PDF 文件。打開之後，電腦入面所有文件都被加密，冇辦法打開。對方要挾要用2個比特幣，折合大約6000港元贖金換取密碼。佢話呢一種附有電腦病毒嘅電郵，往往假扮由公司老闆或者同事發出，對一啲共用網絡嘅公司尤其致命。因為 bill 咧帳單咧，好多時候啲SME 嘅 admin 同事一見到係一個 bill 咧，佢哋就會 by default 打開佢，覺得要找嗰張單㗎啦。只要你係共文件夾咧，其實佢亦都可以加密到咯。咁SME impact 可以好大，因為佢哋未必有做備份啦，甚至可能佢哋大量嘅檔案啊、相啊，或者佢哋啲project 嘅 file 本身已經喺晒電腦度。范建文亦都唔建議受害者去交贖金，因為即使交咗贖金，對方亦都未必按照承諾將個密碼俾翻你，而相反就鼓勵咗騙徒繼續去行騙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屬下嘅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2月中至到今個月1號，總共收到38宗有關嘅電腦勒索個案，涉及中小企或者非政府組織等等，亦都收到一啲訊息，本港多間學校亦都中招。生產力促進局話，騙徒加密技術強度等同銀行嘅技術，目前要破解幾乎唔可能，建議做好數據保護，包括定期將數據備份、保存離線副本同埋更新安全軟件等等。無線電視記者冼志報道。教協話接獲10幾宗涉及電腦勒索嘅求助個案，有學校電腦入邊嘅試卷等等被病毒加密，無法打開。而社聯已經發信轄下嘅機構提醒防範電腦病毒。電腦勒索個案大增，有學校亦都中招。雖然教育局話冇接獲學校被勒索軟件入侵嘅報告，但教協話收到10幾間學校求助，校內所有電腦嘅文件都被加密，到而家都未有解決方法。有啲學校嘅情況就係可能佢哋嘅平時分啦、佢哋嘅練習啦、教材咧、試卷咧，就可能會流失啦。咁所以好災難嘅喎，佢哋用嗰種加密嘅方式係真係好高級嘅加密方式嚟嘅。即係一般人係你冇辦法解密，你除非你俾錢對方，但係不可能噶嘛。呢啲咁嘅盜竊，我哋點會俾錢對方？社聯就話已經向轄下400幾間會員機構發信提防勒索軟件，又話當中有300幾間機構因為規模細，中毒嘅風險更大。細機構咧，佢多數內部咧係冇一啲專門做 IT 嘅同事嘅，咁所以所有同事可能就係社工，可能就係啲福利工作員。咁你話啊，佢識唔識 IT 咧？佢就真係好基礎嘅嘢咯。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話，早喺1-2年前已經見過呢種電腦病毒，主要向金融機構等勒索大額款項，到近期趨向平民化，向中小企等埋手，勒索金額1萬幾千都有。政府機構咧都應該加大個力度咧，係鼓勵中小企同埋學校咧考慮咧，將一啲伺服器擺喺一啲比較安全、中央嘅一種保安預防係做得比較好嘅一啲雲端服務商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話，冇發現政府部門有任何勒索軟件病毒感染事故報告。政府已經採用多層保安措施，防禦勒索軟件攻擊。無線電視記者藍海瑩報道。